台语新闻杂志，乡亲大家平安。台湾的原生食物大约有4500种，但是其中有高达989种，因为气候的变化、因为土地破坏、因为人为的采摘等等，等来面临着断种的危机。为着要来阻止着这生态的浩劫，有一群采种达人引入去深山林内进行着保种的计划。当时林管处是来打造一座类似是诺亚方舟的种子库，期待为台湾种下着另外一片的森林。另外，台北的食物行嘛透过异地保育来抢救珍贵稀有的食物。到底要安怎来保住着台湾原生食物的命脉呢？来看采访团队深入的追踪。一个物种要绝灭其实很快，不用几个小时。但是你要把它重新再复育你那个几十年那是算小。植物的种类太多，然后大部分都是原生的，那所以就是边摸索，然后一边观察。真久无落雨，屏东路面热烘烘，红豆粉啊蓬蓬硬的运动场边啊有一群人正吊伫12公尺高的树尾顶作业，因是延续台湾山林名美重要人物蔡景仁。这一棵树主要是叫小叶桃花心木，采它的目的的话，主要是要做造林的树种，因为它的木材性质是比较偏好一点的。每一年3月到4月是台湾造林的重要树种，细小的桃花心木果实成熟的季节，甲网球差不多变大粒的种子叶挂伫树尾顶，蔡景仁用伸缩裤绑草架变成特chế采种技师。你看我们采这么大颗啊，其实最后能用的就只有这个种子，然后这种子其实很脆弱，它很软。所以在处理的过程要很小心，你就是在照顾小朋友，就是小树的婴儿一样，他们很脆弱。后面的种子的处理反而是比较困难的部分，因为你就一次机会。树啊，并不是当年拢会开花结籽，大家的采种拢真珍贵。为了替台湾的山林留下健康后代，蔡景仁都要选择基因较好的树仔母，和树种拖完落去。因为要做造林树种的话，胸径一定要比较宽，然后树高也要高，枝下高也要比较高，然后病虫害也要少。采种是保育工作的重要任务，想要做一个采种的人，必须要有专业知识，佮都要唔惊悬、唔惊拍，拔树也是基本的功夫。我们现在就是要投掷这个叫做豆袋，我们的牵引绳，然后在丢的时候要记得喊，他们攀树人都会喊 clear， 就是旁边人要净空 clear。大家一开始都会觉得是攀树最困难，但其实你做个1年之后，其实最困难的不会是攀树，因为攀树就只是你会爬树，到树上之后你习惯了，就是一直重复一样的动作。爬起高的所在，用树的角度看世界，爬树的装备加上慢的种子，重量可袂掉落60几公斤。采种人规工拢伫树仔顶，这是真殊常的代志，危险佮辛苦。因为采种人心内上惊的是这项。10月到12月那之间，那虎头蜂是真的很多啊。那时候的话，我们都会带着杀虫剂在身上。伫真旺的树尾中弄来弄去，伊是今年28岁张君建，大学读的是资讯工程，毕业后做过职业军人，因为爱冒险爱爬树啊，所以决定换头路。然后也是做采种的时候发现，因为我会碰到我以前都不认识的植物，借由爬它，除了我自己喜欢攀树之外，我还可以去认识它。采种必须甲时间比赛，若错过今年，就要等后一个回归。军家甲同伴一年平均要采70种的食物，这个树仔母要去倒去找，只能大海梦尖气运气。你要哪一种？但它是台湾原生。因为虽然说大部分会以原生栖地为主要的采集对象，但是有时候原生栖地可能因为天候因素或是它自然的原因没办法结果，是没办法到达的话，就是可能会退而求其次去寻找一些就是我们人为已经种植，然后一定会结果的果树去做采集。所以基本上我们会边采边看它。
保证工作虽然辛苦，也过嘛有真侪惊喜。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去看一个就是极度稀有的一个物种。对蔡正仁经过真旺的树林，才有创一张台湾山林来的珍贵宝贝。我寻找一下它，就这颗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物种。那它叫做五味山乌皮茶。那这个树其实蛮特别啊，在当初就是重新有一篇报道是说，它消失了80年之后，然后又再重新被发现。眼前这张差不多有5公尺高的树啊，名叫做武夷山乌皮茶，是台湾的特有种。英国人伫1880年头一摆发现，不过伫1931年了后，就伫野外失去踪影。捌互人认为讲已经绝种啊，却是意外，伊个重新出现伫世间人的面头前。那这个故事是因为在2002-03年的时候，就屏科大我们有一个学生啊，他去爬就真力山那一带的时候，采到一份标本，然后采下来问当时候的教授叫杨生任老师，然后杨生老师就说，这个有点奇怪哦。然后最后他后来跟台大一个叫谢长富老师的，他们就一起发现，这个东西叫做五味沙乌皮茶，它是以前曾经发表过一个物种。我可以找到那个啦，它的外面那颗果荚，这个就是刚才外面那个开裂的外果皮的部分，那这个就是它的那个籽。剥开了还有种子。就这个，那它现在这已经经过上一季的了嘛，所以它一定是不新鲜的。一粒种子代表一个希望。依照农业会特生中心所发表的2017年台湾为管束食物红皮书的名录，4442种台湾野生为管束的食物中，有5种已经野外灭绝，22种则是属于区域的灭绝。其中生存受到威胁、面临灭绝危机的总共有989种，比例占总数的22.3%。外来物种的进来入侵，另外一个就是土地开发，那另外一个是农药使用过度，那造成我们现在台湾平地这边的稀有植物就是第一个族群数量越来越少，那种类也越来越少。就先看它大概它的种子的那个有没有干净，有没有杂质这样。采落来种子就要赶紧收起来放甲发种。这个天，当时林管处的人员正伫无闲检查蔡正仁送来台湾红豆树的种子，这袂使有酒糠甲气缸。这个是已经有虫蛀的那个，它有是已经有虫蛀。学者统计，平均每10年都有20种的台湾原生食物消失，抢救工作分秒必争。当时林管处为1968年企图打造一座种子库，摕国内62种的造林树种延续命脉。这个种子是台湾红豆树，然后它的种子它其实是干果类的。它如果含水率过高的话，那个种子的活力就很快就会下降，就没办法发芽。种子经过经过检验，随来送到库房进入休眠，等待日后破土重生。种子爱含的放，那含水量必须要斤斤计较，温度的管控更加是关键。不同的树种要用不同的温度来保存，像是台湾萧楠等针叶木，保存温度呢就要来到-20度之低。来到了这个温度呢，有-20度之低的保存库呢，假如保存的情况良好，就算放了10-20年，都还能够保有发芽能力。种子稳的类型，大概会使分做4类，像采集后爱随播种，种子袂堪要放的热带食物。属于热带异土型，温带异土型的种子是袂使伤大，需要保湿。中间型的种子是惊低温，温度大概控制伫4度到15度之间。另外，正土型种子伫打扫低温的环境下，会使放几10年。袂输是农业丰州迄一般的种子库，点点伫台湾一个角落，保护这食物免遭受到绝种的危机。我们的母树，它可能在它的栖地会遇到一些风灾、一些危险，那它可能在区外它的栖地没有办法保育，那我们在它丰年的时候把它采集保存在我们的种子库，那将来也许在野外不好采集有困难的时候，但是我们还保存了它的种子在。台湾乌蠅上爱食的四手台湾原生壳斗科的食物青光栗，因为伊的壳较硬、较歹发现，这时就要外靠人工拍休眠。这看起来乌金的种子，拢有重责大任。
希望未来为台湾种下另外一片森林。我以台湾湘南为例好了，以我们105年来讲，我们其实就是在种子进来，我们种子库储存的量大概就有250公升，1公升的种子5000株，所以大概可以种到将近3.5公顷左右的造林地，我们可以推广的造林面积就非常非常的大。为了拯救台湾上关水的美丽，农委会伫2019年启动丰州计划，4年开成立票4亿，透过采集、保存甲探证，估计至少复育55%，就是超过500种的台湾受威胁的特有食物。全台6座国家新闻园都成为保育的重要基地。你看这个好漂亮，长得很好哎。对呀，就是野花，所以就怒放。粉桥小花斑娇艳玉地有够水，这个被称为泰雅母亲花809，就是台湾原生的剪绒花，受到环境过度开发的影响，最近几年来伫野外慢慢失去踪影。同款真需要保育的，还有飞行真水、有园艺价值的台湾特有种屏东铁线莲，以及全台湾甘那兰树才有的琉球暗螺。台北新闻园发展所在，目前保育超过200种特稀有的食物。它在那个生长的过程中，常常因为那些道路的开辟，然后或者是很多那个健全，就是希望那个维护道路的过程中，或者甚至于是山边的除草，它就被除掉了。食物伫土骹顶紧只需要封存基地，因为人为的开发失去用心之处，上出名的梨还佫有因。台湾红皮书的物种里面有一些种类是野外灭绝的种类。跟林试所最有关系的一个种类就是乌来杜鹃。这个植物呢，因为原生地就是现在翡翠水库底下，当初为了水库，所以原栖地就被发表以后，这个种类就灭绝了。一个物种哈，要绝灭哈，其实很快，不用几个小时。但是你要把它重新再复育哈，你那个几十年那是算小，可能要花20-20年、30-40年才可能把它有一些成果出来。抢救工作袂使搁钱，台北新闻园配合丰州计划，首要任务就是要透过户外保养，增加族群的数量，降低受威胁食物灭绝的压力。是3元荽，那这个已经是我们采回来的第2年了。那因为它是1年生的草本，所以它比较没有办法用扦插。眼前这份真细长的山烟水是台湾强烈绝种的原生种菊科食物，野外生息族群已经较无2500种。就像真济台湾原生种的食物，因为过去无观察记录，保育工作只能哪摇哪做。我每年就是在它开花的时候，我会观察它什么时候种子成熟，那我会把种子采下来。因为植物的种类太多，然后大部分都是原生的，所以它并没有人去有一个像是商品化，比如说蝴蝶兰，已经有人去做过一个循环的栽培嘛。那所以就是边摸索，然后一边观察这样子。很多看到那个是芽插，然后或者是枝条插。原生植物保育可能也是急不得，它需要有一个前期，因为我们量实在太少，它需要做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往前推。抢救工作固然重要，但过变做好食物重回山林，接近民众的生活嘛是难题。最终的目标呢，我们是希望说这些植物有机会回到野地去，在这个过程中，大家慢慢体验，然后知道这种。台湾4季都有各种各样的植物，然后它们的美感是我们要怎么样去学会欣赏这样的自然美感。那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个也是植物园的职责所在。我们希望有一个户外展示区，在它还没有灭绝之前，我们先一个户外展示区，让国人尤其是国小、国中的那些学生，教育他们知道说，这个植物是台湾原来就有的。原因是怎么消失的？那你现在看到这些还有活体，不要只是看到像我们的云豹，看到只是标本。为一粒种子到一片森林，保育人员费尽数十年的苦心，希望台湾山林再现生机。面对人类开发、土地破坏，若是食物有法度讲话，咱一定会听到因沉痛的哀鸣。保育工作是一条还未完成的路，佫需要全民建立共识，守护台湾上珍惜的美丽。